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。我是尤破洪牧师。今天3月8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蒙恩的子民。我们要来读以斯帖记第5章1到14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所以我们应该大胆地来到上帝恩典的宝座前，好领受慈爱和恩典，作为我们及时的帮助。希伯来书4章16节。在现代的社会当中，有很多人被上帝所蒙恩，他们或许经历过一些困难和挑战，但在上帝的恩典和帮助之下，他们可以克服他们的困难，完成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使命或者是任务。而这些蒙恩的人，就像以斯帖一样，愿意为上帝的事工和福音来发声，为上帝的国度做出自己的贡献。例如像甘利克这样的人，他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基督教牧师，也是启发课程的创办人。这个课程叫做 Alpha Course。 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遭遇过忧郁症和迷失自我的困境，但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，他找到了信仰的力量和希望，成为了一名传道人和灵性的导师。透过 Alpha Course 这个启发课程来帮助许多人找回信仰的方向和意义。今天我们看以斯帖记第5章的记载。以斯帖冒着生命的危险前往觐见国王，向他来陈述他心里的愿望。这段经文所呈现的信息是有关蒙恩的过程。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，他讲了一句话：我若在王眼前蒙恩。蒙恩是来自上帝的恩惠哦。在以斯帖记第5章1到8节，我们今天会焦点放在这几节的经文。以斯帖冒着生命危险来见国王，向他说他和他族人所面对的困难。当国王看到以斯帖王后的时候，他对他产生了喜爱和同情，这是来自上帝的恩惠。同样的，我们看到透过生金杖免死这样的一个恩惠，好像在提醒我们，我们所蒙受的任何恩惠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或价值，而是因为上帝的恩慈和怜悯。当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感恩，并将荣耀归给上帝。第二点，我们来看蒙恩是需要付出代价。以斯帖王后为了向国王陈述她的心愿而冒着生命危险，显然蒙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同样，我们所蒙受的任何恩惠都需要付出代价，例如信心、忍耐和顺服等等。我们必须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和付上这样的代价，以便获得上帝的恩典。第三，我们要来看蒙恩需要在合适的时机来蒙受。以斯帖没有在国王面前直接陈述他的心愿，经过思索，而是邀请国王参加他的宴席。这是因为以斯帖明白蒙恩需要在合适的时机来蒙受。同样的，我们也需要在神的旨意当中等待。
有时候我们期待我们所定自己的日子能够成就，但是透过这样的过程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上帝的引导，等待谦卑来接受他的安排，等待合适的时机蒙受他的恩典。在整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才能够看到比较保险、比较完整不会半路杀出程咬金。有时候上帝会等到适当的时机来赐下他的恩典，成就他所要给我们的美好事物。因此呢，我们需要谨慎等待，并相信上帝的时机是完美的，是合适的。总之，我们看到以斯帖冒着生命危险向国王来诉说他们所面对的困难。透过这个故事，向我们展现了蒙恩的真正含义。蒙恩是来自上帝的恩典，是需要付出代价，并且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等待合适的时机才能够得着。我们应该学习向上帝祈求，并为所蒙受的恩惠来感恩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准备好付出代价。可能是你的代祷，你的等待，可能有时候我们带领人要信主，是要付出金钱、爱心、耐心，并且在上帝的时间和方式的当中来等待他所赐下的恩惠。求上帝让我们将这个信息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不但感谢神的恩典，也让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愿意冒险，或者是付出我们所有的代价。我们来默想，你有一个心愿需要被实现的时候，你是否愿意像以斯帖一样，冒着风险前去争取蒙恩的机会？你是否有信心相信你的心愿最终会被实现？与此同时，你是否愿意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来等待，谦卑来接受他的安排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和健康，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在你的恩典和怜悯当中来生活。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属灵的家庭和教会，让我们可以一同来经历你的爱和恩典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原是不配蒙恩的，但因着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，超过我们所有的罪恶和过错。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，时刻体会到你的慈爱，你的救赎恩典。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，在我们生命的每个挑战和困难当中，都能够相信你的恩典够用。当我们经历在逆境和困难的时候，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和盼望，好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怜悯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生活，并为你的荣耀而活。愿我们的生命成为荣耀的见证，向世界展示您的爱和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健康，也能够成为蒙恩的子民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